陳柏霖閃兵遭逮不意外，王大陸與首腦一句對話早洩了底。藝人王大陸8月出庭時的語音記錄，成為閃兵集團案再掀波瀾的關鍵。當時他涉嫌違法查詢個資出庭受審。手機對話中被揭與有人討論如何找出集團首腦黑哥，對方還語出驚人稱之前有做過陳09陳柏霖。檢方據此追查，今日清晨展開第3波搜索。陳柏霖、修傑楷、Energy 舒偉、張舒偉與棒棒堂小傑全遭拘提 ，Energy 坤達、謝坤達仍在拘提中。今年2月，藝人王大陸爆出集重金閃兵，檢警循線追查，揭開閃兵集團全貌。5月間，新北地檢署發動第2波搜索，知名藝人陳09、威廉、陳大天等人皆遭約談。信後全獲交保。8月21日，王大陸為閃兵案的案外案出庭，涉及違法查詢他人個資，被控妨害秘密罪。當天他與女友前往新北地院，準備程序庭主要勘驗他手機內的對話記錄，發現王大陸曾和有人討論如何找出閃兵集團首腦黑哥，也談及如何閃兵的細節。對方在語音訊息中表示，之前有做過陳09陳柏霖，要王大陸去問問他們，成為後續偵辦的重要線索。有人更提到，若先前骨頭有受傷，務必照 X 光，或許能成為免疫依據。庭訊約半小時結束，王大陸全程沉默不語。王大陸委任律師對勘驗結果未提出異議，但強調對話記錄不足以辨識身份，並重申未違反個資法，也拒絕與對方和解，等同維持不認罪立場。該喺語音內容曝光後，檢方重新梳理案情，確認王大陸對話中提及的黑哥即為主嫌陳志明，並懷疑對話中提到的藝人可能與閃兵集團有關。檢方據此於今10月21日清晨指揮永和分局與刑事局啟動第3波搜索，兵分多路前往台北、新北、桃園及台中多處執行拘提。此次行動中，陳柏霖、修傑楷、Energy 舒偉、張舒偉與棒棒堂小傑全遭拘提。Energy 坤達、謝坤達仍在拘提中。據了解，陳柏霖對逃兵事實坦誠不諱，並詳述與陳志明集團接洽過程，稍晚將移送檢方覆訊。消息指出，這波拘提正是源自王大陸8月出庭時的語音勘驗結果。當中陳志明誇口幫過陳柏霖、修傑楷、Energy 與棒棒堂成員閃兵成功，被檢方視為自招的關鍵證據，也讓整起閃兵集團案再度掀起高潮。